經過2冬的規劃，在永康物流專區重劃以後，利用停車場的用地興建永康轉運站。經過個月試營運，27號下午正式來啟用。包括市長黃偉哲、立委林俊憲以及交通部公路局等中央甲地方民意代表，攏到場出席，見證這場公共運輸新建設的啟用。2、1，請啟用。過去我們的很多國道客運啊，或者是說一些大眾運輸公車哈，都通通都在這個台一線省道上來做接駁轉運，那非常危險。過去也曾發生過 A1 的這個死亡車禍，所以說我們找一個好的地方，讓等車的民眾啊，通勤的民眾能夠有比較舒適的環境來做轉運啊，這是刻不容緩。那經過2年多的努力，把這個很漂亮而且很舒適而且很安全的永康轉運站終於建設完成了。希望它擔負起這個讓市民行得安全、行得舒適的一個乘坐大眾運輸工具的一個好的經驗。那希望它的啟用能夠帶來交通改善的另外一個契機。那這轉運站總經費是5300萬，那也感謝中央交通部的支持，補助的4500萬。那我想這個轉運站內有8個席次的月台。那除了國道客運的停靠之外，我們也特別預留了2席，讓市區公車來停靠。那周邊的這個汽機車的停車空間也相當的充足哈。經過這個試營運這段時間，我們在路邊以及原來這個臨時轉運站的部分呢，對於汽車跟機車的這個停車空間都盡量的來滿足。那我想我們這個轉運站的這個正式營運呢，我想對於台南市這個上下交流道的第1站的這個長途客運，一定有非常好的這個服務的空間。那也歡迎市民朋友來多多利用。總經費5300萬，由着中央補助8.5%，專區設入8個大客車的月台，提供7條國道客運的服務，以及2條公車路線的連接。除了提供高效率的轉乘，而且還有便利舒適的單車的環境，加上周邊還有機車的停車室，以及汽機車的接送區、排班客停車、甲啲公共自行車等，未來將成為永康交通的一個新的亮點。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。